半导体制造公司科林集团因伫台湾的子公司泰洛斯，顶礼拜是雄雄要求中立的120位员工，5月开始就要去到大园的仓库报到。这员工讲，若准无同意，头家就会甲因算讲是抗职。即马这项措施因为是无甲工会协商，所以员工正不满去到劳动部陈情。那劳动部是回应讲，会请桃园市政府量早来安排调解甲沟通。 情连连，台湾政府有无法度？大声发口号，爱政府较强硬的，好好处理美商公司的劳资争议。因为全球出名的半导体制造公司科林研发集团，伫台湾的子公司泰洛斯制造公司，车被雄雄要求中立厂120位不留的员工，5月开始爱到大园的仓库报到，若无就以抗职来处分。 虽然公司提供补偿方案，毋过是每工115块，有当得才有，也无算入工资，引发员工的不满。因为进前无甲工会协商，才被到劳动部陈情。公司它虽然有提出补偿方案，但是它的补偿方案是一天 只给115元，有出勤才有，而且没有列入工资计算，3年之后就会取消。尖峰时间来算，一趟大概我们就要多45分钟，那这样子上下班来回一天就要多1.5小时以上在交通上面。那很多同仁当初来泰洛斯工作，都是因为本身他就是在中立这边居住嘛。工会认为讲，真侪员工就住伫中立，才会选择来泰洛斯工作。 方便照顾厝内人，公司无沟通，就强制员工对中立搬到大园上班，等于是一天爱加开1点钟半伫交通通车顶面，非常无方便。因为安尼向劳动部陈情，希望政府斗3工，要求公司提供交通车来回路程应该用加班来计算。若是无接受的员工，也应该提供较好的离职方案。事业单位调动劳工，原则上都要符合劳动基准法第10之1的 调动规定，好，那这是最低的一个规定啊。如果今天调动劳工，也应该要考量对于他还有他家庭所产生的压力和负担。劳动部认为讲，资方应该向劳工工会协商提供合适的补偿，避免争议扩大。也强调，桃园市政府已经受理工会调解申请，而且市府赶紧安排调解，协助劳资双方的沟通。劳动部也会到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